2025年12月，金燦榮教授有本新書咧，就舉行發佈會，書名咧就叫做《還得是中國》。咁小弟買咗啦，到咗手啦，而家睇緊，啱啱睇到序嚇。咁咧個序咧就係習東升先生寫嘅，雖然淨係睇咗少少，但係覺得已經非常精彩啦嚇。咁而呢本書咧，亦都係習東升先生發起要寫嘅。嗱，咁喺發佈會期間咧，習東升先生咧講出咗兩件可以話係震驚世界，但係就好少人知道嘅消息。第一件事咧，而家已經成為咗歷史啦。我哋先聽下佢當日係點樣講嘅先。這個我補充兩個信息哈，也是最近跟美方交流過程中了解到的。第一呢，就是這個第一呢，就是美方啊，他們在私下溝通中表態啊，就特朗普圈子的人跟我們交流的時候表態呢，就是委內瑞拉必打啊。那我說這個你們緝毒這個事兒有那麼重要，有那麼急迫嗎？他說這個毒品，你私下說毒品這是個借口啊，這委內瑞拉必打，當然也沒細說啊，為什麼打啊？這個稍微說了幾句。原來早喺12月底，MAGA 已經有人知道美國一定會攻打委內瑞拉，咁結果喺2026年一開年呢，呢件事就已經成為咗歷史啦，全世界都震動，而且咧委內瑞拉嘅總統馬杜羅咧更加係落入咗美國手上，被綁架到去美國本土噶。嗱，當然啦，以兩個國家國勢嘅分別，你就算一早知道消息，又能夠如何？委內瑞拉一定無能為力，而且講真啦，消息咧歸消息，所有人對於美國嘅詳細計劃，包括對委內瑞拉嘅滲透，或者咧到期時係點樣做法，嗰個綁架行動係點樣執行法，冇人知道詳情。再加上兩個國家，一個咁強，美國咁強，委內瑞拉咁弱，就算一早知道咗又點呢？相信歷史都冇能力被改寫噶啦。咁但係呢，跟住落去咧，習東升先生咧講出咗佢聽到嘅第二條消息，而呢條消息就更加驚爆啦。我哋而家先聽聽佢點講先。還有一個信息呢，就是特朗普跟自己的擁躉啊，據說一個講話的時候暗示過啊，我還沒查到這個具體哪天，據說這個內部講話的時候暗示了，說這個大家不用擔心選舉。啊，就是說剛才你說他有可能輸掉中期選舉吧？下次大選如果輸的話，他麻煩大了。他們會被報復，是吧？他們會被用各種法律啊、政治啊手段來報復。他說呢，那麼他的選民不是那個 MAGA 派不是很焦慮嘛？那他就跟 MAGA 派說，大家不用焦慮，以後你們不需要投票了。他一暗示就是說以後不需要投票了啊。當外界仍然喺度評論特朗普嘅權力會唔會因為2026年底嘅中期選舉失利而被大大削弱，特朗普自己仲有另外一番盤算。或者大家會覺得特朗普對 MAGA 嘅信徒咧，佢嘅講話即係一貫嘅安慰説話，但係呢個咧好似安慰嘅説話，未免講得有啲太大啦。因為如果特朗普講嘅係，唔使擔心中期選舉，我有辦法力挽狂瀾，我哋一定贏嘅，咁呢啲咧好明顯就係安慰説話啦。咁但係佢話根本唔會有中期選舉，到底佢諗緊乜嘢呢？嗱，相信我哋喺年中之前咧就應該會知道噶啦，係喺美國咧實行軍法統治啊，將美國帶入戰爭狀態，以緊急狀態為由取消中期選舉啊。唔知佢會用咩方法，但係無論佢用邊種做法，都係同佢緊握權力有關嘅。咁而且咧，亦都係最終咧想達到佢嘅目的，就係將美國打造成特朗普嘅國家。佢想建立一個獨裁政府，甚至係成為特朗普帝國嘅重要一步。或者有啲人咧會覺得呢個諗法可能太過天馬行空啦。喂，余道你唔係發緊夢啊嘛？但係咧，我哋唔好忽視特朗普喺過去一年嘅舉動入邊咧，已經有好多咧呢一方面嘅傾向。例如佢嘅做法一向都無視憲法，濫用總統嘅權力，將影響
法院甚至聯儲局指揮國民警衛軍打壓異見嘅州份咧，作為咧日常嘅工作之一。而且最重要咧係 ICE，即係嗰個專門調查移民嗰個機構咧。嗱，我哋知道咧，佢係用對付非法移民為藉口，而家已經將魔爪咧伸到去唔同國籍嘅美國人，係講緊真係已經入籍嘅美國人，甚至咧白人亦都有遭遇到佢哋嘅蹂躪噶嚇。我哋仲記得嗰位咧 Good 小姐係點樣俾佢3槍爆頭喎？嗱，咁其實咧我亦都可以見得到咧，呢個 ICE 咧佢哋所做嘅做法咧，根本咧就唔係一個正常嘅執法機構嚟噶，冇任何嘅適應，甚至架車都冇任何嘅 marking 嚇，佢哋亦都咧唔需要俾人睇到佢個樣，唔需要出現任何嘅身份證明文件。嗱，咁其實呢啲咁嘅做法咧，話佢係一支秘密警察，絕對唔過分，而且佢哋行動嘅風格咧，仲好似當年德國嘅蓋世太保一樣。嗱，大家應該都聽過二戰德國嘅蓋世太保係幾咁得人驚㗎啦。呢個咧就同當年咧德國進入獨裁統治嘅時候所發生嘅事咧，真係可以話異常地相似啊！咁所以小弟咧覺得歷史永遠都係喺不知不覺之下咧重複緊自己㗎。嗱，咁唔理最後咧佢嘅頭銜會係選擇係大總統啊、永久總統啊，甚至係皇帝。嗱，特朗普會唔會滿足成為一個美國嘅君主呢？嗱，其實我哋一路都睇到特朗普，其實佢想要嘅嘢好多，全世界佢都想要，呢個大家都相信都知道㗎啦。咁我哋見到佢胃口咁大呢，佢絕對唔滿足成為一個美國嘅國王㗎。嗱，根據佢最新出台嘅所謂和平委員會嘅約章呢，我哋睇到原本只係為咗監察加沙重建進程成立嘅委員會，竟然出現咗永久會員制度喎。嗱，咁其實有冇人願意俾呢10億美元呢入會費？當然而家好難講，小弟亦都覺得未必會有，但係好明顯呢，特朗普嘅醉翁之意並不在酒，所謂加沙重建呢，只係一個藉口。好顯然咧，特朗普係想借呢個藉口咧，打造一個獨立於聯合國之外嘅永久國際性組織。呢一個組織個性質咧，令小弟咧諗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即係北約。嗱，而且咧，我哋仔細啲睇一睇咧，佢而家嘅所謂臨時約章咧，呢個委員會嘅權力咧，大到係足以插手全球各種各樣嘅問題。咁喺聯合國隔離咧，另起爐灶咧，同佢對着幹，可能好多人咧會覺得咧，呢個咧只係佢為咗美國退出聯合國去做準備啫。咁但係小弟咧並唔覺得美國咧會放棄聯合國安理會嘅常任理事國嘅席位，因為呢個對佢嚟講太重要啦。佢點樣咧利用呢一個席位去阻止聯合國對佢嘅倒行逆施去做任何反應咧？咁所以咧呢一個席位佢一定唔會放棄，實在太重要啦。但係咧和平委員會點解仍要成立咧？呢件事咧，小弟咧仔細思量一下，覺得異常恐怖。首先第一樣，臨時約章入邊嘅主席咧權力非常大，佢可以咧自己加入任何人同埋踢任何人出局。嗱，喺咁短嘅時間之內咧，特朗普咧已經二話不說行使咗佢撤銷邀請嘅權力。小弟覺得咧，佢利用呢啲咁嘅權力咧，絕對唔會手軟，亦都唔會絕對傷佢自己咧寶貴嘅腦筋㗎。真係想做就去做。嗱，咁雖然話咧對主席嘅判決咧係啲成員國係有否定權嘅。咁但係咧門檻就係異常地高喎，需要2/3嘅全體會員咧通過去否決佢嘅決定。嗱，要有咁高嘅門檻，你話呢個係一個制衡，不如話係一個裝飾啦。嗱，特朗普咧仲自封為首任嘅主席。嗱，咁其實呢個咧大家都會覺得好自然啦，佢做嘅嘢點會益其他人嘅啫？但係咧我哋請留意一下個約章所寫。嗱，呢一個主席咧係個人擁有，即係特朗普個人擁有，
冇註明話一定要係美國嘅任何職位喎，只係話特朗普有喎，而且更重要咧就係呢個係冇任何嘅任期限制，而且最大嘅問題係咩呢？佢可以指定繼任主席。點解佢一定要寫明要有一個咁嘅權限呢？咁其實咧當然係為咗世襲鋪路啦。嗱，咁其實佢點會拱手將佢自己打造落嚟嘅嘢交俾另外一個人啦？美國總統都唔得，佢會交俾邊個啊？自己家族入邊嘅人咯，佢個仔咯。咁其實呢個呢，我哋已經可以睇到佢到底想成立呢個委員會為咗咩目的啦。嗱，咁其實呢個和平委員會呢，入會嘅邀請已經發到去全球60幾個國家，甚至包括我哋中國同埋俄羅斯。嗱，咁當然喺普京大帝咧，當呢個只係一個笑話啫，就話你想我入會啊？係你凍結我嘅錢入邊攞翻10億出嚟交會費啦，咁樣。嗱，咁其實咧好明顯呢個係一個笑話嚟噶，咁唔知點解有好多人好認真對待喎。嗱，咁雖然而家咧暫時點頭加入咧或者簽署咗嘅國家並唔多，但係我哋見到特朗普咧真係對呢件事非常認真喎。佢仲要借住達沃斯論壇咁多人喺會場入邊咧，大做佢嘅 sales 係咁咧 sell 佢呢一個和平委員會喎。而且咧佢仲持續喺度對佢嗰班盟友們咧、班契弟們咧一路繼續施壓㗎。直頭咧公開講話如果你唔應邀加入咧，你就係同我作對啦。哇，大佬，關稅大帝又要發功喎。嗱，我哋中國當然唔使理佢啦，但係你覺得歐洲或者係其他世界各地嘅啲小國家們驚唔驚啊？咁所以小弟相信呢，即係隨後呢，因為咁樣而屈服去加入嘅人應該都唔少。嗱，到底人數有幾多呢？真係睇下有幾多人、幾多國家撐得住美國嘅壓力。嗱，咁喺美國咧實行獨裁統治咧，其實只係特朗普成個牌局入邊其中一環。佢真正嘅目的咧係想成為西方世界、半個世界甚至係全個地球嘅獨裁君主嘅開國國君。嗱，咁我哋睇見北約咧已經知道咧，美國咧會一直都利用緊自己長期北約民主嘅身份，一個國家走去駐兵全歐洲，令到歐洲每一個國家都冇辦法對美國說不，失去佢哋自己嘅主權。而今次所謂和平委員會，明顯又係一次咧，希望以權力凌駕於其他國家嘅部署。嗱，當然啦，嗰10億美金係真係錢嚟噶，佢哋都唔介意攞噶。特朗普梗係想中飽自己嘅私囊啦，但係佢想用權力去凌駕其他國家咧，將一眾國家捲入類似而家北約組織成員國進退兩難嘅境況咧，小弟深信亦都係佢其中一個目的。咁當然啦，我哋頭先都講過，特朗普從來關心嘅只係個人，而唔係為咗美國嘅利益。咁所以而家嘅形勢就係咧，特朗普借住美國成個國家去為佢個人、佢嘅家族去服務，一路咧行緊想將佢和家族咧打造成為皇室一個世襲嘅獨裁者。呢個解釋咗佢最近咧好多舉動啦，例如話要攞到格陵蘭、攞到加拿大。嗱，實質利益有幾大？其實已經有好多博主喺網上面咧同大家分享過啦。其實實際利益並唔大噶，但係小弟覺得咧對佢個人嘅聲譽幫助好大，尤其是咧可以加強佢作為國際強人嘅形象，而且咧佢可以借住脅迫盟友、打擊弱者、建立自己嘅威信，亦都可以順便測試埋其他國家嘅底線。更加咧可以令到佢有信心咧，知道盟友們咧係唔敢拒絕佢進一步嘅要求噶。正如我哋今次咧睇到北約成員國喺美國垂涎格陵蘭對丹麥作出逼迫嘅時候嘅反應，就知道特朗普更過分嘅要求都好，都會被呢一班垃圾政客心入邊極端嘅恐懼咧，去將佢行為正常化而無條件接受噶。嗱，咁既然講咗咁多啦，咁大家亦都知道，自古以嚟咧，夢想統治全世界嘅狂人
真係唔少噶。但係佢哋嘅野心可唔可以得到實現呢？要睇棋盤上面其他嘅玩家到底玩成點樣啦。嗱，咁但係真係好可惜，喺目前嘅國際形勢睇嚟呢，狂人嘅野心唔係絕對冇辦法成功噶，唔係因為特朗普有幾犀利啊，而係因為佢啲對手們實在真係廢得太緊要，對手太弱，令到佢唔係冇機會噶。嗱，我哋中國咧正在打造一個多極嘅世界，全球性嘅合作。老實講，如果每一個國家都睇清楚形勢，放開固有嘅意識形態，選擇對自己有利嘅合作同埋發展嘅方向，如果每一個政客唔再為咗自身利益，而係勇於捍衛國家利益，狂人可以做到啲乜呢？佢根本完全無法得逞。問題係而家嘅所謂發達國家們，佢哋嘅政客有冇呢種擔當呢？佢哋有冇膽去逆特朗普嘅意，保護自己嘅國家呢？未來佢哋嘅選擇係會係臣服喺特朗普嘅極權統治之下，定係夥拍我哋中國打造一個多極世界呢？我哋唯有睇個歷史我哋國際大事繼續點樣發展落去，先可以知道最終嘅結果。當然啦，在小弟嘅心目中，我哋中國始終贏面係大好多嘅。嗱，咁其實歷史咧，我哋睇到喺2025同埋2026年咧，就走入咗分水嶺，走入咗轉捩點。未來嘅一年一定係國際局勢風起雲湧嘅一年，大家真係記得咧，睇實國際形勢係點樣發展，因為全個地球嘅局勢其實係影響緊我哋每一個人㗎。好，咁小弟今次嘅分享咧到呢度為止，好多謝大家嘅收睇，咁希望大家會點讚、留言同埋將佢呢段片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咁大家留言俾小弟嘅話咧，小弟係會逐一去睇㗎。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踴躍同小弟留言，講出你自己對呢件事情嘅意見。好，多謝各位，我哋下一次再傾過。